自從被我追到以後，仍然像好友，想貼近額頭時仿似識友，輕輕拖你手，在形象自戀愛背後是微硬的手，投緣地講心講到擁抱後，你便放開手。為何極好感情面對愛情竟不可盡興？這關係何其神聖，我們狂吻，但是卻似溜冰。親近對，親熱錯，錯就錯在不想親我，心未跳，怎撫摸？完成幸福靠什麼？將愛情說破，未迷戀我，自然沒法享受我。自從共你擁抱以後，沒人願開口，純情地喜歡跟我講笑後，注定要分手。若難燃燒激情，未算愛情，差的只是性。這關係無疑神聖，你肯接吻，但是吻到清醒。親近對，親熱錯，錯就錯在不想親我，心未跳，怎撫摸？完成幸福靠什麼？將愛情說破，未迷戀我，自然沒法享受我。親近對，親熱錯，錯就錯在不想親我，不熱吻，不撫摸，完成幸福靠什麼？將愛情說破，未迷戀我，自然沒法享受我。戀愛沒對錯，未沉溺過，為何被我感動錯？